誰能想到，持續數月走高的內存價格突然掉頭向下，引發市場對內存週期見頂的擔憂。據市場跟蹤數據，美國多家零售商的 DDR5 內存出現大範圍降價，國內也一樣。之前囤貨的大戶都在瘋狂甩賣，而且因為之前漲太狠，大家都不想買了，銷量直接暴跌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谷歌發布了名為 TurboCran 的新算法，能夠大幅壓縮大語言模型的鍵值換存，內存佔用降低到了原來的1/6。投資者一看就慌了，紛紛認為內存需求將被大幅削減。這股寒氣很快傳到了股市，存儲芯片板塊一路走跌。閃地，美光科技股價自近期高點回撤超20%，面對價格跳水和股價暴跌，有分析師認為這是傳統週期見頂的信號，高價壓制了消費需求，但也有不一樣的聲音，認為只有傳統內存掉價，DDR5 和 HBM 的需求還特別強勁。此外，細驅動的內存超級週期才走到中場，短缺或將持續1到2年。至於讓市場瘋狂售的谷歌 TurboCran 技術，匯豐認為現在擔心還太早，這技術要真正商業化，還得等1年左右，而且它的參考參數規模比現在的 AI 環境小很多，還是堅定看好內存的超級週期。